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8节。兄弟姊妹，恁家己知阮去恁遐访问，毋是无效果。恁知阮去恁遐以前，伫菲律比虽然受到迫害甲侮辱，抑阁有倚靠咱的上帝，好胆面对真济阻碍，传上帝的福音互恁。阮的劝勉毋是出伫错误，也是无纯正的动机，嘛毋是要骗人。既然上帝看阮会坎直，将福音交托阮，阮就照安尼讲，毋是要互人欢喜，是要互监察阮内心的上帝欢喜。恁知，阮毋捌对恁讲铺塔的话，嘛毋捌有贪心的念头，上帝会当甲阮作证。阮嘛毋捌对人，无论是恁也是别人求荣光。虽然做基督的使徒，阮本来通要求恁尊重阮，毋过阮伫恁中间的是温柔对待恁，亲像年母咧摇囡仔。既然阮遐尼疼惜恁，毋但愿意甲恁分享上帝的福音，连阮家己的性命都甘愿互恁，因为恁是阮所疼的。